嗨，大家好，我是探评术。今天是2025年3月24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今年的这个消费聊聊今年的这个经济形势。正好最近咱们现在加大这个消费贷这个力度，推出各种优惠的消费贷。那我们看一看，把你的这个消费贷额度从30万提高到50万，对吧？从5年提高到7年，会不会有什么效果？现在的消费是什么个现状？我们见多了这个统计局给的北京、上海这个社零数据，那些数字冷冰冰的，看不出个所以然。总之就是下降，对吧？这个1、2月 CPI、PPI 环比、同比都下降，但是呢，我们给出了原因说是因为春节原因，春节这个位置错了，导致这个数全乱了这些数字总之不太好看，但是我们也有解释，稳中向好的局面并没有改变。那我们就从身边，对吧？你的体会、感觉、体验来看看现在是什么个情况。最近在四川成都正好在举办糖酒会，我在网上看了一些文章介绍这个糖酒会，怎一个冷字了得很多媒体都说叫糖酒会太冷了。我看到有个媒体说他说今年的糖酒会比天山上的雪还冷如果消费形势不错的话，糖酒会像这种行业这种交流会或者展览会，那一定是叫春江水暖鸭先知，它一定是先复苏，这个我想大家能理解但是今年的糖酒会比天山上的雪还冷。说这几天第112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在成都如期举行。糖酒会已经有70年的历史是中国历史悠久的大型专业展会之一，有中国食品行业风向标之称那我们到看一看这个风向标到时候给出了什么样的风向。他说往年糖酒会，尤其是春季糖酒会，都会吸引大量各地的从业者，举办地成都的热门商圈酒店往往一房难求，场馆周边到处都是人海。这个我在以前节目也介绍过本人以前做这个酒店预订跟旅游相关的业务的时候那是20多年前我就经常订那个叫广交会的酒店。20多年前的广交会广州的5星级酒店可以说是一房难求，都是在原价的基础上乘以2，就这个还不，有的时候你根本订不到房，得托人凭关系。但是文章说但今年春天糖酒会好像降温了，交通没有想象中拥挤，有外地参展商在社交平台吐槽说地铁挤不进去，不存在的，就是往年地铁你都挤不上去现在呢不要说地铁了，就连酒店门口的共享单车都是随到随扫也就是连共享单车都好多酒店没有想象中爆满。根据时代财经的报道说从各大预订平台上查看，今年糖酒会期间，除了锦江宾馆、闽山饭店等热门酒店外，其他酒店仍然有不少房型的房间可预订，整体价格也未较平时有太大涨幅。你看看从一房难求加价到现在房间都订不满，而且价格也没怎么涨，真叫门前冷落车马稀这个糖酒会像这种交易会，尤其是成都的糖酒会，很多这个参展商去不仅是冲这个行业交流，对吧？交易去的，因为四川成都是天府之国这个夜生活非常丰富。往年这个时候都是那些商 K 还有一些什么台球厅非常火爆，全国各地的这个食品行业的这些商家、这些老板打着去行业交流的名义实际上晚上去放松去了。我有个朋友他就是这样，10来年年年都去但是这个媒体说文章说连周边的娱乐场所也没有迎来想象中的热潮。有一位在糖酒会现场的朋友吐槽说，今年确实很冷清，连按摩店都要上街发传单拉客，周边服务产业都如此凄凉，内场的情况可以想象而知。说看酒店展位，过往不少酒商会在参展资源主要投入到酒店展上，提前数月定下酒店展的展位位置。在锦江宾馆1、2楼，一个几十平的展位经常被炒到50万元以上，但今年酒店展的展位明显没有那么抢手，
媒体报道显示今年各家酒店情况都差不多，普遍都在降价，说就连热门的锦江宾馆掌位价格也有10%左右的跌幅。含义要吹遍每一个角落含义不是缺席，它只会迟到。所以我一直说如果你所在的行业，你所在的企业，你现在没有感受到含义，那你就要珍惜好日子不多，珍惜每一天。另据一位白酒展商朋友圈透露说某核心酒店同样的位置，去年价格是27万，今年是3万，明年他大概率不会参与了。这个成都的糖酒会降温就连顶流就是核心圈的锦江宾馆也扛不住，也要降价。看这个内场掌柜，他是遥想2022年糖酒会举办前夕，有大型酒商披露，预计在糖酒会的各项参展费用投入超过500万元，但今年很多酒企直接消失，就连参展都不来了，没钱，加上恐怕这个行业比较低迷还有参展商感慨说，去年一个掌位的价格，今年能订2个。说按理来说一年一度的春季糖酒会是行业重要活动，酒商推广新品，获客交易，经销商找产品寻商机，为什么今年却如此冷清？原因之一就是酒价跌得太厉害。说答案可以从各大品牌的价格变化中寻找。2024年白酒行业不好过，各大知名品牌都承受着巨大压力，无论是售价上千的高端名酒，还是100元级别的中端精品，价格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这个去年咱们很多节目里面都谈到了这个茅台降价茅台为什么降价？茅台为什么走不动了？这咱们在节目说过很多回了，就是茅台实际上跟房地产就是有某种正相关存在一种线性关系。就是茅台的主要的消费人群是谁呢？是权贵，它的主力是权贵，是手中掌握各种审批大权的这些权贵。然后这些包工头为了揽业务，这些包工头为了自己承包的项目能够顺利通过验收等等，所以他们就要要么是喝大量的茅台，要么就是送大量的茅台。第二个就是商务宴请，茅台消耗比较大。那随着经济形势不好，商务宴请高端的饭店都全倒闭了，这个对茅台影响可想而知。第二个就是房地产，现在到处都在保交楼供应商这个应收款收不回来，哪有钱买茅台送礼呢？那些包工头大量的工程款要不回来，没钱喝茅台。还有包工程的，现在你即便能包上工程，你要不回来钱。所以说这些包工头这些婆罗门已经不像以前那么热衷送礼请吃请喝这些都导致茅台价格下跌。典型的就是飞天茅台，从稳坐3000元价位王座，如今价格越来越接近2000元，网上甚至流传飞天茅台可能跌破2000元的猜测。这不叫猜测这是必然。先到它的出厂价就是到它的建议零售价1499。照这个经济形势下去这一天会到来。他这文章说再如军品喜酒曾号称对标飞天茅台，官方指导价为1498，但如今价格跌至830元左右，跌幅巨大，830都没人认了，谁认这么个酒呢？还有喜酒窖藏1988，一度被称为高端酱酒守门员，价格也从500元跌到440元左右。还有摘要酒真品版，标价1399元每瓶。根据北京商报实地调研，北京、成都等地的实际行情约530元每瓶，已经腰斩。这背后中国酒业协会发布的2023年中国白酒市场中期研究报告已经揭示，白酒企业渠道销售缓慢，导致价格普遍下降，甚至出现倒挂。中国酒业协会曾在一则报告中指出，高端和次高端白酒价格倒挂严重。去年1到6月出现倒挂的产品中，800元至1500元价格占32%，500到800元占29%，300到500元占22%。以酒鬼酒为例说今日酒价的数据显示，尽管内参酒的标价去到1000元以上，但从2022年第4季度开始，内参批价
就在不断下滑，一度下滑至750元左右。在第三方电商平台上，内参酒售价也才750元到850元，几乎是建议零售价的5折到6折。同时啊，说酒鬼酒的合同负债也在下降。2021年底，酒鬼酒的合同负债还有13.8亿元。2023年半年报则显示，酒鬼酒的合同负债为4.48亿元，同比下降19.4%。到了2023年3季度，酒鬼酒的合同负债进一步减少到2.51亿元，同比下降27%。大家都知道，上市公司的这个报表啊，资产负债表，合同负债什么意思呢？也是负债。对酒厂来说啊，合同负债也是负债，负债就是欠别人的钱。那酒厂欠别人的钱越来越少，什么意思呢？酒厂为什么欠别人钱呢？它不是贷款啊，酒厂就是经销商呢，从酒厂订酒给你打5个亿，打给酒厂，那酒厂按计划按季度，给那个经销商发5个亿的酒，那先打款了。那经销商把这5个亿打给酒厂的时候，在酒厂的报表里面显示就是叫合同负债，那大家就懂了，你就知道合同负债怎么来的。这个合同负债连年下降，也就是意味着经销商给酒厂打的钱越来越少，也就是经销商不愿意再压货，对吧？我能卖多少，我就少进一点。这个反映的是，一旦如果白酒行情紧俏的时候，那你说经销商一定是打好多钱放那儿，你把酒全部给我吧，是不是这个逻辑啊？所以说啊，酒厂的合同负债下降，反映的是经销商买酒、囤酒、卖酒的意愿急剧下降。那为什么会，对吧，好好的卖酒意愿下降呢？这比较简单啊，就是经销商的库存太多啊，酒卖不动啊，卖不掉啊，价格而且在下降。我现在是500一瓶，我从厂家进来，对吧？1个月以后变成480了，那我为什么进那么多呢？这卖不掉还赔钱，所以经销商他就少量进货，对吧？这个因为价格在下跌啊。那有媒体就说了，这个成都的坛酒会冷清的原因是什么呢？怎么就冷清了呢？当然它主要跟白酒有关啊。他进一步看，坛酒会的冷清和白酒价格下跌背后有着多重原因啊。它有一个原因就是酒企的高管变动。他说，传闻媒体不完全统计啊，2024年以来有超过20家酒企公开披露过高层人事变动，涉及人事变动近80项。这些主力厂商的核心高管发生变动呢，也会导致下面的经销商、客户啊，产生这种观望心理。有很多东西都是各种条件共振导致的。那大家觉得你这个酒厂的政策说不定要变化，那我先少进一点。加上现在行情也不好，就是观望的气氛比较浓厚。第二个说8项规定更加严格，也就是现在就防腐败嘛，对吧？这官场啊，对这个饮酒啊，对吃喝啊，限制越来越严。高端酒啊，消耗的大户就是官场。我认为啊，这个政策越来越严，监管越来越严，这只是一方面，你不能说它不起作用啊，很起作用。但是我觉得还有更大的一方面，就是地方政府它没钱，连工资都发不出来，那你这种吃喝之风一定会受影响。我也不能说因为你工资发不出来啊，当官的就不吃不喝了，不是这样的了啊。他偷偷摸摸的吃，偷偷摸摸的喝还是有的，但是啊，是不是就没有以前那么明目张胆了，就没有以前那么多了？这个量是不是在下降啊？这都是在减量嘛，对吧？你当地工资都是保8，不是保6争8，那些当官的好意思天天整茅台啊？就是喝茅台也得备着点人呢，对吧？以前一天喝2瓶呢，现在只好喝1瓶了，不就这意思吗？没钱呢，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政府没钱，他自然就勒紧裤腰带过苦日子。第三个，白酒行业进入波动性波谷，也就是周期性的啊。这白酒行业现在遇冷，产能过剩，行业进入调整期。这个白酒行业过剩到什么程度呢？以这个咱们这个茅台镇为例啊，茅台镇的酒大家都心里有数，如雷贯耳，对吧？酱酒之乡啊。北京商报啊，他最近刊登一篇调查报告，他说促销转让停业，茅台镇酱酒现状面面观。也就是茅台镇的酱酒啊，现在都处在停业转让，也就是可以看出行业在调整了。现在茅台镇酱酒生意没法和以前比，4、5年前来投资咨询酱酒生意的人络绎不绝，每家门店基本上都有5、6个人在里面咨询贴牌与基酒收购，但现在这些门店基本已无人光顾。茅台镇本地网约车司机小李说道：3月中旬，茅台镇飘起蒙蒙细雨，骤然降温的天气让当地人抱怨连连，而与天气一同降温的
还有茅台镇曾经一度火热的酱酒生意。这个说到酱酒生意啊，我有参与过。我以前做私募的时候啊，当时流行一款产品，就是募集资金去投资酱酒。你风扇这个，反正茅台镇那个酱酒啊，它不都是一缸一缸的吗？对吧？你募集资金买它100缸那个酱酒啊，然后放在那儿封藏在那儿，那个酱酒在涨价，所以3年以后只把酱酒再卖掉，这个你募集的资金再退出，那个年化收入都10%几。你想想，把酒都已经当成金融产品在玩，你就知道火到什么程度。但是现在呢，我们看看这个北京商报怎么说啊？他说3月20日，北京商报记者通过走访茅台镇迎宾路、长征路等酱酒一条街，发现部分店铺已经停业并转让。据记者在茅台镇走访期间不完全统计，一条街道10余家店铺中，近50%酱酒销售店铺关门，其中30%已张贴转让信息。从2018年酱酒热盛行至今，伴随着茅台镇产能的过度开发以及消费力减弱，曾一度风光的酱酒行业如今迎来了阵痛。作为酱酒风向标的贵州茅台也在这阵痛中受到一定冲击。据今日酒价数据，53度飞天茅台原箱批价已从去年同期的2955元每瓶下滑到当下的2225元每瓶。反观曾一度趁酱酒流量起家生存的中小企业，在酱酒热退烧之下，未来的境遇如同开盲盒一般，各不相同。消失的门店如酒厂，说在这个茅台镇长征路的酱酒一条街上，路旁的酱酒门店都敞开大门迎接来往的顾客，而与这样的热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店内除销售人员以外空无一人，也就是店员比顾客多，没有顾客，只有店员。冷清或许成为描述这里最恰当的词汇。小李看着街边林立的酱酒销售门店说这条街算是茅台镇的核心区域之一，以前非常热闹，在2021年左右，基本上我每天都要在这条街来回走好几趟，经常会堵车。但现在酱酒卖的不好了，很少有人来选酒，门店也冷清了不少，当然也就不堵车了。你看一个是贵州的茅台镇，一个是成都的糖酒会，居然不约而同的遭遇冷清，这是怎么了？这个能说消费形势一片大好吗？能说这个内需旺盛吗？如果说门店冷清成为茅台镇酱酒市场的常态，那么部分店铺关门转让，则从另一方面反映着茅台镇酱酒行业现状。我有一个亲戚曾经在一家小酒厂做销售，那时候家里人还挺羡慕的。在酱酒热期间，他靠卖酒拉贴牌生意赚了不少钱，但就在从前年开始，生意难做，他所在的企业也停产了，门店都关了。小李回忆到，最后我也拉着他一起做网约车，现在还算稳定。你看看各行各业干不下去了，最终的蓄水池最后的港湾不是网约车就是外卖，殊途同归说在茅台镇拥有门店的酱酒企业大多拥有自己的酒厂，或大或小，而当门店支撑不下去的时候，也从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酒厂的倒闭关停。茅台镇知名酱酒企业员工向北京商报记者说道，你别看有些门店不是很大，经营的品牌不知名，但基本上每家都有一家酒厂。现在很多酒厂关停之后，导致了门店倒闭。据公开报道数据，厂区内70%中小酒企能停产，30%招商经理转行，生存不下去的中小酒厂选择关停。另一面是另一部分中小酒厂为维持生计而不断拉低销售底线，如散酒价格，那就是卷呗，那就是打价格战。走在茅台镇的3渡路上，沿街门店的广告牌上，一瓶也能定制的宣传标语被标注在显著位置。以前一瓶就能定制的现象是绝对不可能出现。行业火热的时候，我们的起订量有好几档，最低档也要500到600箱起订。现在订单少了，无论起订量多少，能开一单是一单。茅台镇一家中小型酒企工作人员无奈地说酱酒热期间盲目扩张，很多中小酒企扩产，但酱酒从酿造到上市的生产周期3到5年，因此酱酒热初期扩产的引雷在2024年相继爆发，导致终端难以销售，仓库难以承载。这个起订量降低仅仅是酒厂拉低底线以适应当下酱酒生存环境的一个缩影。散酒价格下降也
成为印证当下行业发展的一个侧面。在茅台1915广场附近销售散酒的店铺中，曾一度动辄高达100元的散酒，最低价格触及30元一斤。这个现在农村里面啊，也流行酿酒，酿那个纯粮食酒。怎么酿呢？就是有那个专门酿酒的人呢，他去农民家里面找产地。然后比如说你要酿100斤酒或者500斤，他给你算好原料是多少啊？那个原料啊，他有的都是自带那个高粱，然后就在你们家单场做好之后再过多少天之后，他再回头再处理一下，最后蒸馏，反正最后出来酒。算了一下啊，把酒头酒尾就是那些你不浪费，你也不在乎甲醛。它酿酒的工艺啊，这个前面啊和后面那个酒啊，这个甲醛含量比较大，也不是大，就是会高一些，中间的酒会好一点。所以一般的讲究的啊，把那个头尾那个都要倒掉，不要。那这样的话，你每瓶酒的价格，工时费加上原料，大概在20块钱。如果你要把两头的酒都要，你也不在乎甲醛，那大概价格就在11、12块一斤啊，那度数大概在50多度。这是农村啊酿纯粮酒就这么一个成本。那你说这个酒厂啊，这个酱香酒30元一斤，那基本上那不就是不赚钱吗？就是成本呢。一家茅台镇知名酒企工作人员透露，行业降速最快反映在散酒价格上。现在很多散酒已经低至30到50元一斤，这在以前很难看到。当问及30元每斤对酱酒散酒的意义时，该工作人员表示说酱酒品质最好的就是大曲坤沙酱酒，这类酒的销售底线就是30元一斤，说基本可以理解为这个价格就是坤沙酒的标准线。现在很多散酒已经低至30元每斤，也就意味着酒厂几乎保本出售，利润空间已拉到最低。所以从这个北京商报啊报道的这个贵州茅台镇啊这个酱酒它这个行业变化，以及这个成都的糖酒会冷清，实际上就从一个面反映出当前消费的一个状况。好了吗？过完年以后，我们的媒体对吧，我们的专家说我们现在经济暂时复苏这个什么看到了好的势头。你现在看基本上就验证了，就是白酒行业处在崩盘的前列。如果这个整个行业还没有看到白酒要走向崩盘的话，实际上是一种悲哀，是鸵鸟，是自欺欺人。这个白酒行业面临的是急刹车，因为从房地产这个变化就可以看出来。当这个恒大暴雷的时候，还有很多房企是载歌载舞、醉生梦死，还在逆势扩张，疯狂拿地。3年以后对吧，连万科都要国资委去救它。现在央企、房地产企业利润呢也已经扛不住了，24年大幅度下滑，25年说不定叫亏损，对吧？当这个茅台卖不动的时候，当茅台降价的时候，实际上白酒行业拐点就已经到了。接下来就是漫长的崩盘之路。这里面还有几个原因不光说经济不好，也不光说房地产导致这高端白酒量上不去受打压，也不光说防腐败，对吧？政府勒紧裤带过日子。这里面还有一个更大的原因，就是人口在下降，喝白酒的人口呢那下降更快。本来喝酒酒精饮料这个人口本身在下降，因为现在人越来越重视身体，重视健康，就本能的就对酒有一种压制。再加上现在酒精饮料是五花八门，各种酒，果酒对吧，什么调味酒、调和酒等等吧，这种轻酒精饮料品种是越来越多。因为本身对吧，这个蛋糕就在萎缩，我来分蛋糕的人还在增加，那你说传统的白酒是不是雪上加霜，是不是难上加难？茅台一降价，其他的高端白酒都得降价，高端白酒一降价，那些中端的低端的都得跟着降价。以前还有利润的，现在都得赔钱。现在大家都追求极致性价比。我刚才已经说了，为什么农村流行自己酿酒呢？这在十几年前没有的10几年前都是买酒喝，现在流行这个酿酒，实际上追求的就是性价比，就是便宜，对吧？一些白酒的忠实消费者用户都在追求便宜。我记得今年1到2月这个 CPI 下降，好像跟白酒就有关系，跟白酒的价格还有机票价格下降关系密切，这已经说明问题所以白酒它只是一面，糖酒会也只是一个面，
对吧？通过这一面，我们就能看到当下这个消费是什么个情况。通过当下消费的这些情况，我们就知道经济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势上。这就是为什么啊，央行周末心急火燎的要搞这个消费贷。有网友就说了，在发钱和发券之间选择了发贷款。有几个人会去贷款消费啊？这不符合中国人的消费习惯。贷款买房子都已经搞得一地鸡毛了，买房子不是消费啊！可以说绝大部分人买房子它不是消费，贷款买车是消费，贷款买车也用不着50万呢，而且贷款买车好像是那个提供的那个叫什么按揭贷款，好像是免费的，是不是分期嘛？所以说他这个消费贷啊，说白了就是借新债还旧债，给那些已经背了贷款现在难以为继的人，给他们一个化债的机会，把他背的那个高息贷款有机会给他换成低息的，把那个短期贷款换成长期的，这本身就是化债思路。只有你真的不去贷费，是不是贷款去消费，那都不重要了。如果你真的贷款消费，那算是为国做贡献啊！这个对已经背了贷款的人是个好消息，减轻负担。所以说来说去啊，就是不容乐观呢，含义啊，对吧？正在向每一个角落在侵蚀。我这里再多说一下合肥的安徽的三只羊小杨哥，昨天啊，对吧？这个媒体一报道，说小杨哥这个整改结束，然后合肥的这个三只羊也出来道歉，洗心革面，要重新做人。我们通常啊，以往对这种劣迹的艺人都是封杀，为什么这次法外开恩呢？似乎给他一次机会呢？所以你要从消费这个角度来看问题。线下本来就不行了，线上呢，如果你卡得太死，不给这些头部主播活路，实际上就抑制了消费，就是这相当于渠道通道不通啊，不畅。这就是为什么他还能复出的原因。如果这些头部主播啊，一旦这个出了事就灭，出一个事就灭掉一个，最后导致什么呢？是不是导致这个直播带货风声鹤唳就没了，一片萧条，那就更不利于消费。所以我想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三只羊他能通过整改然后再复出。但是啊，至于消费者认可不认可，那是另外一回事了。消费者就是有骨气，我就是不在你那买，你这个欺诈骗子，骗家人，这是另外一回事了。至少政府层面还是从这个促消费角度看问题，采取的是一个水至清则无鱼，宽严相济的这么一个手段。你整改好了，达到标准，再给你一次机会。所以说啊，我认为从我的角度看，纯粹就是因为无论是消费贷还是小杨哥复出，都是为了消费这个或者是为这个刺激消费铺路，缓解一下矛盾。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